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6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增订案，今仔日第2会继续审查。那里双方依然无法度达成共识，最后因为人数无过半来宣布散会。因此，伫定期大会最后一天，市府提出的电付案以及议员提案，全部无法度完成审议。针对议员蔡友辉提出伫台南市贩卖的猪肉山制品不得检验出三马精的增订条例，议会今仔日继续审议。两党也议员坚持家己的立场。民进党强调，以中央食品安全卫生法规定，所有肉品不得检验出三马精，不但规定更较严格，而且处罚也恰当。因此，该修订案无必要增加，要求撤回提案。母法已经非常的严谨，那可见我们这个修正的这个条例，基本上也只限定在猪肉而已。母法是全部的肉制品都不得检出，所以如果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完全没有修正自治条例的必要。第二，就针对财罚的修订也是一样，母法规定6万到2亿，我再重申一下，6万到2亿。的这个罚则，那我们的修正草案其实是10万以下，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原则，其实母法的严谨周延度非常的这个大，所以期待这个法案能撤回。议员蔡淑慧指出，中华、云林、嘉义拢已经通过该项条例，如果还20万块的罚款花了上轻，会当增订吊销营业绩效的处分。抵触中央母法，嘉义、云林、嘉义，因同款嘛是有通过这个自治条例，难道伊唔知伊嘛抵触中央母法吗？既然咱民进党议员指导了真好，认为讲这个修正动议、这个修正条例不够严谨，那我们就让它更严谨一点。情节重大者，让千金会当改取消伊的营业执照啊！民进党咧变面是亲像咧冰册咧，对不对？即摆立法院多数蔡英文打伫美国笑咪咪出来，看美国也讲好啊咧，准备美国猪肉有即个莱克多巴胺的要互入来，讲10个 ppb 啦，这叫做配套啦。偌清楚讲配套就是10 ppb 以内要互入来啦。安尼中央是会过，咱多好势，所以咱即摆迷雾丢苗。咱先维持赌场才等伊，嘿，中央若失手，咱还个台南市议会人的娱乐，无分党派，真正大家拢咧顾市民的安全，拜托咧啦，咱这议会同事唔通记迄个300个啦。今仔日行来到这，就是看到中央已经有意思，要把美猪进口有瘦肉精的这个案子，已经有松绑的一个趋势，所以我开提案。希望在台南市多了一道防线，即使将来万一中央它进口了，但是台南市因为有这个自治条例，所以咱买当去拍宪法的官司，咱就是无爱互300滴的这物件入来到台南嘛吼。双方一度坚持甚至进行进动协商，不过依然无达成共识，最后进入表决定数。国民党团要求清点人数，但议员因为人数无过半，由主席宣布散会。包括议员提案甲市府电付案，拢等待临时会时一并讨论。爱清德，爱面子，不害市民健康。大清德，爱民主，无爱市民健康。台南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在定期大会结束了后，民进党团需要召开记者会，批评国民党坚持增订三马精猪肉相关条例，根本是画蛇添足，也谴责国民党团滥用清点人数，和市府电付款案无法度通过，影响市民的福利，要求负起责任。
针对国民党议员提出台南市贩卖国内外猪肉产制品不得检验出三马精的鉴定条例，议会民进党团不但批评是画蛇添足、滥修条例，也谴责国民党团滥用清点人数的步数，或是乎电付款案无法度通过，对此应该爱负起责任。所有的猪肉品、肉制品都不得检出瘦肉精。这个在食安法的母法定得非常的清楚，那不晓得为什么还要在自治条例再滥加这样的一个只特定针对美国猪肉来加以限制，这是我们本党一直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滥修的增修条例。那很遗憾的，国民党没有办法进行沟通，那也执意要用这样的滥修条例来做政治恶斗的手段，那本党团非常的遗憾。国民党党团要用这样子一个没有必要叠床架屋、政治算计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增修的条例，来阻挡其他台南市民所需要的各项建设跟福利。特别是刚刚在政党协商的过程中，国民党团的代表也再三的表明，如果这个案子没有过，其他的案子他们也不讨论了。议员库里也指出，农委会原本就无要开放三马精猪肉进口，因此该修正条例根本就是为着政治算计所提出的假议题。滥修条例，滥修条例，画蛇添足，画蛇添足，滥修条例，滥修条例，尊重民主，尊重民主，讨论表决，讨论表决。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四地症患者有真侪临床镜头，除了大家知影的记忆障碍以外，有可能反应速度退化，以及地理位置错乱等等，影响开车的镜头，让四地症患者发生车祸事故的风险比健康的长辈更较悬。所以医师呼吁，厝内长辈若医师有失智的镜头，爱避免单独开车出门。失智症虽然以记忆障碍为主要的症状，但是伫日常生活也阁有其他认知功能的退化，嘛是临床关心的重点之一。反应速度退化、地理位置错乱，拢是失智症可能出现的症状。同时，这症状也可能影响患者伫开车时阵的安全。即使是非常轻的认知功能障碍，还没到达失智症我们讲比轻度还要更轻，但是它开始已经有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这种我们叫轻度认知障碍。国外有研究说，像这样的人，我们不称为病人，他开车上路相当于一个18、19岁的年轻人，他喝了酒，血中的酒精浓度是0.08，这个0.08代表的意思，在美国许多州，0.08是认为是危险驾驶，意思是说他外表看起来你都察觉不出来他有问题，可是因为潜藏了很多他驾驶技巧、他的判断力、他的一个及时反应的能力、方向感，种种都会影响到这些问题了。所以我想，这个失智症在早期诊断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一旦出现非常明显的记忆力障碍有问题，他的方向感有问题，他判断能力有问题，他语言遣词用字有问题，家属应该赶快带到医院来给神经科或精神科医师做诊断。如果到达一个某种程度的这个严重程度的话，应该要自动要把驾照放弃了或者说你非开不可的时候，很轻的时候，最好旁边还是有坐家人，那么帮他协助。交通部为明年开始实施，75岁以上的老人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才会当取得短期的驾照。希望会当借此筛选出医师失智的长辈。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也呼吁，厝内长辈如果有明显认路的障碍，除了需要马上就医检查以外，嘛爱避免长辈单独出门或者是塞车。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府为1802年开始推动公车这文化转运站开发，让民众坐车品质有明显的提升。为了鼓励民众多多坐大台南公车，交通局特别举办大台南公车的微电影以及转运站演演比赛，要让公车唔仅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大家共同记忆。
大台南公车这几年来，伫市府积极推动公车节文化以及转运站的开发，现主时已经比过去拥有更加好的坐车环境。为了让更加侪民众会当驾驭坐公车，交通局特别举办大台南公车微电影竞赛以及大台南转运站摄影比赛，要让民众会当透过镜头欣赏到台南的水。希望说将整个活动扩展到全国性所以说我们将整个奖金都比去年就是在 double 这样子，希望说全国各地的民众都能够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大台南公车跟转运站能够升值到每个民众的内心那希望他们能够喜爱我们的公车跟转运站那也希望我们希望能够形塑我们大台南公车这个优质的品牌，然后让民众觉得说，搭公车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也愿意来搭乘我们的公车。这两个比赛总奖金高达36万，也欢迎所有对影像有兴趣的朋友做伙参赛。详细资料会当伫活动的官方网站查询。这个比赛，让大台南公车走入民众的心中。南宁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曲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的心随着爱启程，前往有你陪着的地方，无论是哪个方向。我的心随着爱启程，前往有你陪着的地方，无论是哪个方向。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了提供游客多元化旅游体验，跟在地学校合作，培养在地学童艺术电影才能。7月7号伫北门出场所，将邀请北门国小顶5间中小学共同发表在野，欢迎民众做伙来欣赏。精彩的拍鼓表演，这寡拢是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甲在地学校合作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因希望借由这款的方式，改变偏乡的处境，让北门不只是观光，而是各方面拢会当并行发展。这些偏乡其实很缺乏的是什么？你的赞助他学校，因为一些课后辅导、一些营养午餐，其实有些弱势的。那我希望每个国中小学它有一个救助专户。学校一个专户，直接用到偏乡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北门区今年的国小1年级有没有多少个？不到40个。6间国小不到40个，等1间国小几个？很少。可能就剩了多少？5、6个，6个多一点点。所以说整个北门区真的是人口越来越少。那你这一次来这边活动的时候，来做公益旅游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赞助偏乡，把偏乡如果说你要赞助的话。直接进入北门国中小学的，那个专户里面，直接捐助金钱给他们。第二个部分是说，你们公司如果有意愿的话，我希望你们来做一个，这些跟这些国小，比如说他的英文比较差啊，来做一个一天的英文的补习教育啊、补教教育啊、数学的补教教育啊，也可以，或者带一些活动进来。我在这里全是欢迎全国的好朋友跟企业体，真的是要好好来关心我们台市最偏乡的北门偏乡。来做一些公寓的旅游，这届北门一起来婚纱风美地的活动，将伫7月7号当北门的处长所举办。到时不只有拍鼓，也有侪丰富的街头在地表演，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咱的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
2016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活动，由知名大饭店甲书店大天桥宫共同打造，推出男女联谊等一连串的活动，要来为未婚的男女牵起友谊的桥梁。2016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首部曲单身联谊玩乐宴，首度将玩乐的特色融入宴席当中，推出月老好合宴。8月6号将伫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大饭店举办联谊活动，希望让参加的未婚男女拢会当找到好姻缘。这一次能够促成大天后宫跟香格里拉共同的合作，来为我们今年这个七夕爱情嘉年华的活动来揭开一个序幕这里文化局真的是在这里特别要感谢两位。那大天后宫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台湾大家都一定要来参拜妈祖庙咱的月老嘛是上历史的，所以大家在说，你讲不行的这个亲戚就来拜我们的月老。在台南的这个非常灵验的月老宫，这个月老宫每一年有超过300对的谋合成功的一个神迹。那我们也很高兴，在这样子的一个祈福下来，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首先第一场的首部曲的活动就是单身联谊月老宴。那这场活动将会在8月6号举办。那它的主轴其实就是针对许多的未婚的男女做了一个媒合的一个活动。那这刚刚所呈现的菜色，也就是我们活动的菜色。那第二场的活动呢，就是针对即将步入礼堂，在这个爱情城市即将定居的未婚男女们，我们举办了婚礼体验的一个实境秀，让所有的人能够在香格里拉的一个顶级时尚婚礼里面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气氛。参加的民众除了会当品尝原老限定料理以外，饭店佮加码推出各种好礼，上悬送出价值超过100万的婚宴5折券，也有香格里拉酒店集团3天2暝海外蜜月住宿券等侪好礼，欢迎未婚的男女赶紧报名。咱新闻张从采访报道。饭店业者推出高档手路菜，结合在地有机无毒的蔬果，推出将近100道的好菜以及香港的点心。其中上特别的就是丽香地瓜吊烧鸡这项菜，为制作到完成需要3天的时间，相当高工。3、2、1，揭牌。9月1号起，台南附近饭店鼎源粤菜餐厅正式开幕，由总铺师领军现做将近100道的粤式料理以及港式点心，结合粤式菜系，重视食物完美调和的本质，发展出饭店独有的创意料理。地香地瓜豆烧鸡，这道菜就结合了咱台南在地无毒的地瓜食材，佮搭配着道地的粤式脆皮烧鸡。一推出的吸引侪好评。鼎源粤菜料理的一个开幕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我们的主厨的推荐菜丽香地瓜吊烧鸡。那我们选用呢都是东山在地小农制作的丽香地瓜，然后用粤式的一个烹饪方式把鸡的骨架呢整个取出，然后塞进地瓜，让地瓜的一个瓜的果肉去吸收更多的一个鸡肉的一个香气，那去除那个油腻感，然后那外酥，然后内。可以吸收到更多的一个果肉的一个氛围。那目前呢，在市面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料理的方式，那它需要多道的一个工序来制作，那都要3天前去做一个预约，那也有别市面上比较多的半成品的一个呈现。那我们这也是我们粤菜厅的一个特别主打的一个料理。鼎源粤菜餐厅开幕期间，可以预购限量方式来推出。开幕的这1个月，也有满清300优惠活动，搭配大房，另外也有更赞的优惠。民众若想要了解，会当卡0622227373协询。咱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常常会有困眠的问题，其中大部分佫是以情绪造成的困眠障碍为主，长期失眠甚至会造成忧郁症的发生，民众要特别注意。良好正确的困眠习惯对现代人来讲相当重要。
因为困眠问题所引发的忧郁症，也是现代人常常会发生的文明病。要如何正确治疗？现代医师有专业的分析。忧郁症合并失眠的患者，这个治疗我们还是都会采用一个这个生理、心理、社会的治疗模式。也就是说，在使用这个抗忧郁剂或是助眠剂，让他的情绪恢复到稳定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些这个心理治疗，譬如说认知行为治疗、刺激控制法。那也会了解到说他的这个睡眠的卫生习惯、睡眠的环境。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压力，是否有需要做改正？如果合并药物跟非药物的治疗的话，那事实上会让忧郁合并失眠的患者，整个的状况会来得比较稳定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失眠的这块没有处理好的话，是会让他忧郁复发的比率会变高的。困眠、甲情绪以及忧郁症，这三者彼此之间拢互相有关联。因此，医师也提醒，若是讲困眠出了问题，一定要求助专业的医师做正确的诊断甲治疗。咱新闻早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了在是这份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30度到34度，落雨几率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2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